好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就同大家介紹下 Sensitive 系列咧，佢另外一支好特別嘅產品。呢支產品咧係一支 serum 加 emulsion， 即係話咧佢係精華嘅乳液。咁佢裏邊咧富含好高濃度嘅啤酒花精華啦，咁裏邊亦都有後生元喺裏邊啦。咁與此同時咧，其實咧佢仲有cottonseed oil 啊，就有棉花籽油，咁同埋有加咗一啲卵磷脂喺裏邊嘅。咁佢所以咧，佢會令到個皮膚咧補水滋潤抗敏得嚟咧，其實咧非常之舒服。咁佢係一啲白色嘅 cream 狀嘅精華乳液嚟嘅。大家可以睇下啦，非常之快咧可以推開，而且係非常之薄嘅，係好適合一啲咧濕疹嘅皮膚去用嘅。咁咧我試過咧用喺一啲玫瑰痤瘡嘅客人咧，其實呢個係非常之好，因為玫瑰痤瘡大家知道佢好紅啊，同埋好容易消水。我哋所謂消水，即係話佢會消耗我哋皮膚底層嘅水分。咁呢個咧佢因為佢好快吸收咯，同埋佢仲有cottonseed oil 同埋有卵磷脂咧，喺皮膚表面咧，其實已經做咗一個好好嘅屏障。你會發覺搽完落去咧，非常之舒服，非常之保濕之餘咧，好似有個保護膜咧搽咗個皮膚表層嘅。咁咧，佢光滑得嚟咧，但又唔腍。其實呢個就係嗰個卵磷脂個保護膜同埋棉花籽油嘅功效。所以咧，敏感性嘅皮膚、玫瑰痤瘡嘅皮膚，呢支咧係必備嘅產品。